那IMB 诈骗案受害者超过5000人，有风声讲早伫7年前的时就检调接到检举要调查，而且嘛有发公文去金管会，验过金管会回函讲，这 IMB 是无违反银行法。针对这件代志，金管会是驳回讲这个事实斗袂吧。调查局表示，当初确实有立案。也毋过内容无方便公开，伊嘛证实讲，这个受害者内底有一个就是调查官，这个调查官哄骗12万。调查局的投1300万，他跟我说：“阿发老师，你赶快用你的方式，可以弄多少钱就弄多少钱。”就是说明会这为 IMB 吸收资金早期还，家己表示有调查官涉案，拍算动用关系提前摕回本金甲利息。调查局测试证实，真正有一个调查官投资超过1200万，就收过100万块利息，自头至尾本金拢无摕回来。他自己的本身的钱，然后还有一些他家人的钱。我们调查结果倒没有说什么利用身份关系事先全部都拿回来。就连调查官拢纳入去这个陷阱内底，敢若对自救会统计有5000人受害，损失超过25亿，主要被害人批评调查局早期侦办。另外也骂金管会，讲金管会拢无作为，才互案件一直拖，不过这阵袂当收山。我们自救会里面是有人说，他很早以前就已经有去报案了，有去检举了，但问题是不了了之。请问一下，相关的责权机关是哪些？金管会说不是他啦，数位部也不是他啦，然后调查局那边也是啊，明明就应该要往下查的案子，不查。不管的情绪更要复杂，因为这种个表出桃园市调处早在7年前就接到检举，立案调查 IMB， 一度新闻和金管会要来查明平台是不是违法，得到的回函却是讲无违反银行法，和检调失去办案的生机，甚至中央银行2018年北京市爱注意 P2P 平台，只是相关单位敢若无积极来处理。定位表示没有违反银行法，而且呢，反而是续明说。违法吸金的行为呢，所设的法规很多应该要由司法检调机关来依事实来调查结果加以认定。这是个案了，由检调他们来回答。调查局讲，当初有立案，有即阵伫侦查回函内容无方便说明。银行局是讲，团员甲事实无符合，最近已经找 P2P 业者开会，强化自律。初步意愿是无规划，互特定主管机关行向高度的监管。记者综合报道。